农民拢看天公伯来食饭，风台、大雨、可花拢会有影响哦。为了减少农业的损失，农委会争取特别预算3档会投入2亿外，甲气象局合作，全台湾搁再要加设100多个农业气象站，望讲协助农民来应应极端气候的影响，嘛减少农业保险理赔的争议。 农民靠天食饭，上惊拄着风台，但是最近这2年风台影响较细，颠倒是中南部可旱，有当时啊，佮会向上大雨，正做农损的主要原因。为着要让农民会当愈精准去掌握天气的资讯，农委会和气象局合作，打算未来3年要开新台票2亿1500万，来起100个农业气象站为农民服务。 未来的农业保险，其实我们更精准的，特别是希望说开发一些所谓的指数型的保单，说当你的不管是温度、雨量达到某一个上限的时候，就启动这样一个理赔，那也减少了很多现勘的这样的一个困扰。 目前国内的气象观测站大部分拢是伫咧人口较稠的所在，但是农业气象站却干那176个尔，会使讲是非常无够。最近这几年天气愈来愈恶降压，所以农业损失若要请保险理赔，嘛常常引起争议。原因就是气象观测站离产区上过远，所以未来要新起的农业气象站会增加农损热区的监测密度。地形的影响就影响到很多微气候啊，或者微气象，那这个差距。 尤其是在海边，这个差距非常的明显。如果将来这个保险推动的好的话，我们可以很客观的分析气象灾害的损失的额度在哪里。气象局表示，台湾虽然无讲介大，不过地形非常复杂，加上极端气候是大冲击咱的农业生产，精准的气象资讯会当帮助农民防范天灾，嘛希望会当进一步减少农业的理赔争议。记者林旭凯台北采访报道。今年已经92回。